敢放鬆，不理火海暗湧，只因背負偉大使命，即使極重。大局為重，人間真的英雄，靠兩手不顧一切，勇猛衝鋒。一生救火，卻心中有火，多少過路市民也為此感動過。捱夜又捱餓，真是非走不可，你也不肯歲歲透過倦意講和。為圖是求上天帶路啊，平平安安